今日2026年，我影孵雞仔嘅過程。呢度係溫度98度，呢度係濕度，呢度係照蛋。1個星期內就可以照有雞仔啦。個過程咁樣啊，唔超過50至60度，21日至25日出生。如果超過濕度呢，要打開蓋空氣一下，同埋用執起啲針啲水，用水吸乾佢，等佢溫度下降。呢個咧有個羅盤嘅，佢自動轉彎，唔使佢自己去翻彈嘅。佢出生今日，就咁樣啦。幾隻雞仔喺度啊！